多谢雅心来看宜兰的消息。宜兰县苏澳镇车头前呢，有这个公庙办这个绕境活动，想要到处发生意外，边仔信众咧放炮的时无适宜去引着烟火，结果呢瞬间爆炸，未少囡仔惊甲拢跋倒，赶紧走，要大人抱囡仔嘛，赶紧逃命。爆炸威力真大，造成3人受伤，分别有2个囡仔甲1个大人，加在拢无生命危险。 爆炸声音真大声，大家拢惊一跳。现场是规个冒烟散铺，规条街路是阴蓬蓬，各有囡仔走到一半跋一套，互人看到是真堪。亲戚朋友赶紧替因检查伤势，伫咧现场每一个人拢惊甲软脚，家长赶紧甲囡仔抱起来笑笑呼呼的，而且嘛比较真远。 很大声嘛？对，很大声，然后一阵烟雾弥漫，聚集在那边，就是散开这样子。代志就发生伫咧昨日下晝比10點左右，宜兰苏澳火車頭頭前太平路和中山路一段路口，電火局現場敢若剩炮火，塗骹有炮崩過婚車，是某一間公廟舉辦的婚贈活動，有線道沿路放炮結果點到放伫咧邊仔的炮這規邊開。另外也請施放的人員要能夠保持安全距離。 避免民众受伤，我们后续会去相关公庙向他加强宣导相关的安全规定、安全守则，请他能够注意释放的安全。上桥卖到公庙宣导，毕竟这摆文章炮崩起，就是无做好安全顾虑。这场爆炸意外造成3人受伤，加在无性命危险，若无后果就真惨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